今日咧，我嚟到半山1號嘅現場，親身同大家咧睇下呢個項目嘅詳細情況。咁上一條片咧，好多朋友咧問個位置喺邊，成個項目嘅設計係點，或者想攞圖則睇價單。咁我嘗試咧喺呢條片度咧，盡量講多啲資訊俾大家知道。咁我而家咧就喺加斯蘭花園入邊啊嚇，咁大家見到好多古建築物，咁啊你見到好多紅屋仔啊、陸軍俱樂部啊、大會堂啊，或者聖羅撒啦，都喺我呢度附近。咁啊，仿如咧係一個歷史肌理之中啊嚇。咁我哋沿路行上嚟咧，就會見到項目咧，而家喺半山上邊。咁但係由於而家仲係起樓嘅狀態，我哋入唔到去睇，所以我會用航拍嘅方式咧，同大家睇晒成個項目嘅情況。大家睇下紅色呢個位置先，咁啊就係我哋啱啱行上嚟嘅加斯蘭花園。咁你見到呢度好多古建築咧，就可以體現到我哋澳門中西同埋歷史文化、現代文化嘅融合。咁啊，古建築旁邊咧就好多繁華嘅地標啦。咁你睇到新葡京啊、永利 MGM、中國銀行就喺正呢個位置啦。咁啊，旁邊咧仲有 AIA 大廈、英皇酒店啊、88伴、政府總部啊、公共行政大樓等等都喺晒呢度啦。咁除此之外咧，仲有好多專業人士嘅一啲譬如知名嘅律師行啦、會計師樓啦、建築啊、名醫啊等等嘅專業人士都喺晒呢度。咁仲有好多知名嘅國際品牌同埋一啲高收入機構咧，咁啊都喺晒呢個區域啦。咁全澳門政商旅遊文化全部混雜於此，可以講係盡攬繁華，退守天正。插播下一個統計局嘅數據啊，其實喺呢個區域嘅住戶咧，月均嘅消費力咧係去到35,000到40,000蚊澳門元，咁啊長年咧穩居澳門半島嘅榜首㗎嚇。咁我哋再睇下咧，我哋嘅項目嘅另外一方，我哋往上望一望，咁呢一片咧，大家見到全部係依山而建嘅建築物啦。咁我哋有山頂啦，咁啊嶺南啦、金管局啦、松山啦、東望洋燈塔啦，下邊仲有培道啊，咁同埋另外一間聖羅撒。閒時少少仲有理工啊，咁另外一邊就係粵華永門啦等等，全部咧都係名醫、名校、名山。咁我哋睇完成個實景咧，大家會開始對項目嘅一啲方位或者環境咧開始有啲比較詳細嘅了解。咁我哋再睇下一啲設計用料或者成個風格咧，會唔會啱你嘅所需？咁我哋睇到大堂嘅設計啊、電梯啊、走廊啊，咁各方面咧都做得相當唔錯啊，相當時尚，亦都比較貴氣一啲。咁再睇到咧，佢個空中花園咧都係精心設計過啦，咁亦都配合翻咧呢一個半山嘅一個景觀啦。咁發展商咧會有2種交樓標準啦，咁一種咧係揾名師設計啦，有齊裝修、家私、電器，基本上咧就可以拎包入住，就做得相當好噶啦。咁啊，大家可以喺圖上面都睇到一啲佢哋嘅設計嘅一啲概念同埋風格。咁另外一種咧就係一個標準嘅交樓，廁所啊、廚房啊、牆身地板基本上全部都做好晒噶啦。咁2個交樓標準咧會有一個幾百蚊尺嘅一個差異。咁譬如打個比喻啦，一個400幾尺嘅小兩房為例啦，折後價咧可能係300幾萬啦咁樣。咁如果你係要裝修，就係按照呢個價錢啦。如果要裝修咧，可能唔使300萬都可能會已經有交易噶啦。咁所以兩者咧可能會有一個裝修費嘅一個差異啦。咁當然到時候如果我哋係要標準交樓標準咧，個交樓時間咧可能就會早少少啦，可能係年底就已經交到樓啦。咁啊，如果係要有齊晒裝修家私咧，佢就會有一個相對延長嘅時間啦。接下嚟咧，同大家講下個積。由於發展商咧個間隔依然係完善當中，咁我可以同大家咧先講咗個面積同埋基本上個分佈先。咁咧1樓咧係一個複式同埋大花園嘅一個特色單位，咁2至到7樓咧就係一個分層單位嚟嘅。咁或者我先講下分層單位啦。最細嘅單位咧係364尺嘅開放式，有2個，咁可以相連可以打通啊，一齊買咧各自收租又得。咁其次咧406尺至到483尺嘅小兩房咧有4個，正式啲嘅兩房咧亦都有2個，559尺、610尺嘅。咁咧大部分咧向前座，大家都會見到咧嗰個江面好闊㗎嚇。咁咧前座嘅單位咧全部都係3房嘅，佢哋嘅小3房係622尺至到655尺，一共有7個。咁啊，另外單邊咧有一個748尺嘅3房，有2個廁所嘅。咁啊，呢個只係得1個嘅啫。咁而2房2次嘅豪華嘅兩房啦，屬於咁就有628尺同埋710尺嘅，咁啊一共有2個。咁跟住就講下呢個1樓嘅複式單位啦。咁呢6個複式單位咧係有一個獨立嘅大堂嘅。呢6個單位咧大部分咧都會有自己嘅露台啦、大平台啦。咁啊尺數咧都會比啱啱嗰啲尺數咧會比較大少少嘅。A 單位咧1323尺
再加多29尺嘅工作平台。咁呢一個係一個超大兩房，咁啊總共有3個廁所，房間全部都係套房啦，房間同埋廳咧分別都有露台嘅。好啦，咁啊再講下 B 單位咧係一個1475尺嘅3房3廁雙露台，就冇平台嘅呢個。咁咧 C、D 咧就係一個1909尺加143尺啦，同埋 D 咧係1870尺加165尺。呢兩個咧係一個4房4廁雙露台，亦都有百幾尺嘅大平台單位啦。呢兩個係全個屋苑嘅樓王啦。咁跟住 E 單位咧，亦都同啱啱個 A 差唔多啦，不過佢係2房2廁雙露台，但係平台咧就係超過100尺啦。F 單位咧1096尺加156尺，2房2廁，亦都係加一個非常大嘅平台啦。今日嘅資訊咧就暫時講到呢度啦。如果想知得更加多半山1號嘅資料咧，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